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呢一段時間啊，有前多嘅語文表演，我想到禮拜嗬，各位爸爸媽媽都要安排哦嗬，讓班人嘅表演，韓國呢，現在大會看呢，圖成日呢來吸收嘛嘅呢。喺今日節目當中，嗬 Rita 正式推薦大家。今晡日嘅來賓，韓國佢哋喺做咧藝術嘅表演，非常嘅聲音哦，有當到嘅上，會看到當到嘅東西，非常嘅享受哦。等下邀請呢今日來賓好好來紹介，細細來分享，你係就蒙古人嘅藝術總監楊宗義先生來到節目現場。Hello， 先生好。大家好，我係做蒙古人楊宗義，今日同分享來一篇老大家分享踢踏舞。哇，先生好，先生家有講出來，係踢踏是倆會上。先生，按你做得冇？有上嚟有冇？有上就走咧。有上就走咧，走。哦，講到踢踏吼，呀，大家聽到踢踏就愛踢，嗰種就踢踏舞嘛。錯。吼，嗰種本大家知道講，又係有動到上嘅，韓國可以嚟表演吼，就人係動發跳嘅。最近先生呢，嘅團隊吼有呢類嘅表演，好好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哦。逐夢絕響，就夢就響，爵士樂的爵吧，係嘛？對，錯。一隻表演係因為疫情，第五卡莫斯州都張開始計劃去策劃，就希望做得老韓國多年分享安尼踢踏舞嘅歷史。然後應用嘅發展，然後到台灣，用嘅適合台灣人去親近，做得去接觸安尼嘅藝術，嗰時老策劃呀，有些很多踢踏故事音樂會啦，就老踢踏舞嘅歷史演變的故事，然後再搭配現場嘅爵士樂老踢踏舞嘅表演，那一步一步帶觀眾朋友來認識，他深入嘅認識一隻藝術。嗰種嘅表演唔係單唱講哦，我出看先生啲舞台上來跳舞聽，係會談到呀歷史嘅故事，就會了解講其實一個舞台係用嚟來嘅，佢係未來用嚟發展，有你哋嘅期望嘛。嗰會談到爵士樂，同自由嗰有浪漫嘅感覺。對。哇！嘅感謝疫情哈，因為疫情期間本人動到嘅靈感，因為幾年都冇開始跳舞咩。錯。嗰請先生好好嚟同大家紹介一下哈，接下來有呢啲演出，11月到12月還有4場。主要係啲校園的巡迴啲中原大學，還有高雄醫學大學，還有中山大學。還有特別有一場啲台北嘅中山堂的廣場藝術節，也都同分享大家做得來尋送大朋友牽小朋友共下來看呀逐夢絕響，講呀看踢踏舞嘅表演是一種視覺跟聽覺交織的享受，對，分享大家來。哇，其實呢台灣啊，知道個東昌前參嘅奧運嘛，東風嘛。個新嘅一屆嘅奧運同霹靂舞男日奧運嘅比賽項目，嘅係咪來跳踢踏嘅？希望行得到國際嘅舞台啊，也講行得到地方就會看得到。所以嚟踢踏舞嗬，啲安尼舞台嘅，佢算係有動人跳，也講過上年。踢踏舞嘅歷史已經有200-300年。200-300年。當多年可能唔知佢係來自於武寧嘅文化，老爵士樂就是我強用。嗰時候佢可能老大部分台灣人，他第一個火焰之舞、大河之舞，佢屬於愛爾蘭民族舞蹈演變過來嘅風格係較冇強用嘅。啲台灣啲嘅推廣嘅係比較屬於美式嘅踢踏舞，係來自於武寧嘅文化，佢都較自由。他冇限制得3年都做得有自家嘅風格表示啊！較自由，對。嗰按你講來，啲台灣亦都係跳踢踏嘅人，咩有冇共用嘅分類了？
台湾其實大部分都係以美式踢踏舞為主啦。台灣嘅民風知道老美式踢踏舞哈衝，對。台灣很用係不用按你知道。台灣是一個很懂自由嘅一個，甚至於有咁多年都知道台灣係比美國還加自由啊。嗰種按你5年按年嘅文化，包括爵士樂咩強用，對台灣其實都發展得蠻適合的。愛爾蘭那個台灣沒有專業嘅愛爾蘭嘅欣賞啲嘅推廣，唔過人黑少一些咧。我嘅要求黑多啦。都比較嚴肅、比較嚴謹，而跳到嗰種樣嘅要一模一樣。嗰種其他都做在180啲舞台上跳到強樣。懂種大排舞啊。對，所以那個氣勢都會等很吸引人，才會席捲全球呢。哦，嗰首兩種冇強嘅風格哈。對。佢欣賞你自家係一開始就接觸美式踢踏。對。跟你那時開始來跳舞嘅。太后家張凱是第一踢踏舞按你嘅藝術做的有存在按你嘅藝術，之前是全模低的，全模低，嗰時候非常興奮，嗰時候張偉很熱衷去欣賞，可能後期欣賞啲藝做的技術要求去在往上提升，佢張偉帶藝都出國去進修，在20年前。嗰時你去 Vido 踢踏舞，你就出國去學一個表演藝術。對。好，進來就開始投入按你嘅推廣咧。對。哇，責任就一個責任，冇簡單咧。不過線上有人講嗬，按你分類嗬，上來係算藝術表演當中嗬，當中嘅唔過係唔係？行得到嘅人應該來認識，嗰時候你就做當代表演，喺度學教地圖啦，有一個開放嘅工廠啦，又係落到工作室啊，安尼就去推廣。踢踏舞其實它源自於街頭，嗰時候Andy 踢踏舞嘅歷史都會地基係從街頭一步一步慢慢受到越多年的充實，然後開始進入到小舞台、大舞台、百老匯，然後在電視電影裡面發光發熱，所以它是很適合全民。and 這個上網這個推動，希望踢踏舞做得變成未來可能一個全民運動。咩啲工廠看到人跳埋土風舞嗬，大家叫下起來跳踢踏舞，安尼感覺。將來嘅希望。做得看得到安尼個景象安尼，安尼咩氣勢磅礴。是啊。嗰欣賞嗰種你的動好安尼近距離嘅演出嘛。對，很適合踢踏舞，懂實拍，然後跟觀眾的互動、節奏互動安尼。印象會觀眾的感受會懂層。會懂強，很強烈。嗰夜擺呢，特別做安尼嘅計劃嗬，有踢踏舞，有音樂、爵士樂，講你的團隊嗬，這些夥伴們嗬，真嘅係完全投入，好好同大家紹介一下有哪啲會盤好嗎？我們築夢舞人嘅演出團隊啊，大部分都係台灣懂優秀嘅爵士音樂家跟踢踏舞者這樣子。那大家因為蠻認同我們的築夢精神啦，嗰時候大家都因為有這個緣分，所以就把大家組織起來啊，用它排練，然後把節目一個一個把它完成，然後推動一個製作，跟然後台灣嘅大小朋友都在分享。有看到嗬，當中有陳學宇老師，都有彭俊明老師、彭老師 Ruby 係演嗰個爵士薩克斯風演奏家，對，爵士管樂演奏。個羅以婷老師，還有鋼琴家有唐年先生。唐年，對，他非常厲害。他來自於那個伯克利爵士，對，他是伯克利爵士音樂系畢業的。還有大級嘅先生，個彈電貝斯嘅先生。電貝斯 Bobo。係，佢說安尼爵士樂團算係1完整呢。有打擊爵士鼓，個電貝斯，個管樂，然後爵士鋼琴，就是標準的四重奏，再加上踢踏舞，就變成5重奏。錯哦，你只要打出來哈，全部就會節奏啊哈。嗰先生你按你做推廣有幾多年時間？我20年咧，光陰似箭。國外進來以後就開始做推廣。對。
就不会难跳，就越做越兴奋吗？就这个保有这个热情其实懂重要诶，每次都像懂到开始都会讲，把一辈子的时间好做好一样事情，就功德圆满了。就也是青年嘅精神。对。比如说按你推广吼，从自家开课到做表演，到接圈人群吼，那可能到嘅Facebook 啊，有的平台啊，大家就会讲哇。我觉得好享受，我觉得游泳我觉得好刺激哦，我做行好高哦，因为太年细子躺到踢踏出来嘅啥，马上就被吸引了。对，没错。踢踏舞细到5岁到85岁，都做踢踏舞还做起来，都嘅用嘅强用。就满足能够满足那个人类制造噪音的天性。真嘅啦，因为那一做呀一海做起来，就是啊，动听吼，动兴奋，动上去安尼弄痛哦，就会希望躺到也上，我够有成就感。堂讲是有一个学生问你讲，老师，我可以怎么样在走路有风，喊他引导，你就很起来好替他呀。对啊，包你走路有风。真嘅，因为行路有动都会上，就不你知道讲啊。我係一行過來，大家就會看到我，就大家就會注意到我，所以那個心情好。我想跟唐的鍾宇先生嚟分享，等下呢有機會嚟思考一下，踢踏到底係用嚟跳，唐講會行路就會跳踢踏舞，咁正經，想大家了解下，繼續進到福氣來嘅。歡迎所有朋友進到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日來到呢節目當中係踢踏舞大使，台灣竹夢舞演界藝術總監楊宗宇先生吼，其實頭先唐先生哋阿分享踢踏嘅時間咧，就講哇，原來佢太後是按用熱情去接受香港出國以後是轉到台灣是開始推廣20年來嘅熱情，一直到今日嘅講話，我就佢肯係有一種當新鮮、當年嘅熱情，當上去撈大家分享，當上去推廣，我就當排放咪當感動。再次嚟歡迎宗宇先生，先生好。大家好。先生係做運動厲害嘅，因為係看唔出嚇，你跳踢踏跳20年，因為可以嚟個後生啊，雖然要留嘅護士嚇，唔過唔可以出當後生嚟用嘅。衰動爆啦！衰拉爆啦！有20年後，其實安尼回頭，哇，20年咧，行20年只搞要學一下冇，做得按堅持。係啊，沒動到你會冇安尼問題，就知道會難冇，搞研究嘅。我因為看到學生嘅跳啊有興趣，然後會懂上門懂問題。那因為藝術傳承都係我們青創有嘅工作嘛，所以看到學生嘅進步，其實那種動力就會一直產生，都會一直有按那個熱情就在繼續推廣嘅。竟然係當好嘅先生呢，因為你願意講，就按呢，就人說手把手的就把它交給下一輩。好，我先生你自家太好嘅時節係拖物嘅，你太好就係烏拖呢咩？唔係呢，你係拖物嘅？嗱，拖航運管理。你應該一啲開鬆啊，因為就嚟跳舞呢。都邊一家都同時強勢送嘅履歷都長榮，然後同時強勢啲嘅選擇人生十字路口，我行哪一條路啊？你要當人社會新鮮人，你就想 Navy 搶我去 Navy 咁樣呢？嗰個因為我讀到我一個董聰有個欣賞國寶級嘅爵士舞蹈家許仁尚老師。那因為給關係，張會把我就是推入火坑。唔係因為感謝哈，其他嘅航運公司冇簽記，而家張有太實啲演奏，都有台灣嘅踢踏做得安尼推廣。欣賞董聰嘅，因為認真緊做得表演，哈，近距離的演出也做口場，哈，本青島人做得。因為跳舞夠快樂，行得快樂，一真嘢冇強要，因為個成法
嘛嘅係最重要嘅，有人講賺錢，有人講家庭。不過做到個人嘅生活當中，嗬，其實藝術一件事情係一生人嘅。對。好，根據當初日本大前研佢講，嗬，現下嘅時代也後生人，我有乜嘅特質，其中之一，就係講要一定要有藝術，一定要有，譬如講音樂。而你到生命當中一談咩好，個人嘅表演就要有音樂，個身體要挺痛，本個快樂，讓你的肌肉有肌力出來跳舞。哦，個先生唔記當時頭日一次都見嗬，跟你來學習美式的踢踏，頭前要講一系列啦，我係當好奇，因為每一個類型就有佢嘅特色咩，跟美式踢踏咁。有乜規則就講，一定要做到乜嘅，就係美式踢踏；一定要做乜嘅，一定係有乜嘅舞步，就係美式踢踏。踢踏舞有一句名言，就是 If you can walk, you can tap。哦，你會行路，你就在跳踢踏。對，這是一個大師 Honey Coast，他傳承下來的。所以，當到你們安尼問題，大部分不管係哪個嘅台詞都安尼。大家，大家其實都做得跳，從輕基本的行路都可以是進入踢踏舞嘅世界地位。你會行路會挺痛，就會有傷出嚟。對。人家講 If you can walk, you can tap。當初因為我係唱歌嘅人 ，If you can talk, you can sing。當初係你嘅感覺。對。哦，神奇！嘅先生好，等一下嗬，請先生嚟教我好冇？做得啦。我踢一擺嘅踢踏。考場就拜託你，踢一節踢踏舞。我一下動唱嘅5歲嘅小嘅嗬，4歲嘅嗬，跟住先看，一下嗬2、3年嘅腳都要做一個舞鞋，一鞋本體也看一下，有冇強用哦？對，每一版嘅鞋哦，嘅底下也係會有傷嘅，因為這是鐵片嗎？對，其實踢踏舞嘅鞋，佢是本來都係皮鞋，因為舞年來自於非洲嘛，啲非洲大地係冇啲做鞋嘅，一直到400年前被白人帶到美洲新大陸，學幫人去做皮鞋，因為黑奴佢全沒有身份地位，所以白人冇可能本嘅按個奴隸行要像啲嘅非洲按呢，懂好跳舞啊，非洲打擊樂，他們的文化因為變成奴隸，所以被白人奪走，就歸零了。那因為我們說上帝關了一扇門，開了一扇窗，叫到佢是學幫人做鞋，因為佢是發現到我做皮鞋啲表嘅當個，做得模仿佢啲打非洲鼓嘅感覺，就很像。就很像打鼓的感覺，所以就慢慢就誕生了踢踏舞的前身啦。可踢踏舞會按你給發展出來，從黑奴慢慢的發展出來，從穿皮鞋，佢說，大部分係皮鞋或是木屐為主。按你有按你貼片嘅鞋係1910年過後剛開始，因為 video 來一本嘅踢踏舞嘅相，不用嚇太掉嘅，本太掉你睇到嚇清楚一些咧。將會發明按嚟裝上鐵片，做得老懂得嘅樂團啦，甚至於在舞台上做得本黑多年糖嘅多嘅，將會發明按嚟嘅有鐵片嘅鞋。哦，講嚟之後有個好處，因為咧，唔叫迄個既然咧按用踢嗬，係輕腳就會挪踢咧，很快就會磨損了。也是。唔過咧，總有鐵片嗬，出門睇下做得做輕腳。其實講啦哈，亞松鞋哈，除非你是上面皮穿破，你下面根本就踢不破。所以按你哈，按你輕好用哦。輕好用。好，古時就有按你嘅形成，嘅先生嗌咗嚟好了。做得啊。點樣按難的？有場開始了，你一定會搞嗌啊。我先示範一下。If you can walk, you can tap。好，譬如講用誒。對，大部分都會本大家分享，就我一步一步加上你去。我一步有幾多上？1、2、3、4，1、2、3、4，1、2、3，1、2、1、2，你按你踢到哦，1、2、3、4，1、2、3、4，1、2、3、4，跟，得，5上。Yes。
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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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哇！ If you can walk, you can tap. 哇，安尼上真劲吼，我本人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呢。是啊，好，换你喽。我爱。换。好。迄个爱迄做一个体白学的初学者，先生爱用来开始。好来，右脚，可以了。好，踢出去。踢好脚啊！聪明哦，踢摆都没两问题。想办法先踢到面前。面前。很多 ball， 还有很多 heel。ball and heel。对，尽量练习踢 ball 给上。ball。就说你踢出去，然后踢转来。转来没 ball 吗？错，然后 stand， 然后稳脚出去，转来，踏下去，然后稳脚，1、2、3，稳片，1、2、3，稳片，1、2。这么简单呢，因为我要边踢，其实身体要平衡，要平衡哦。就是太敢有发动嘛。平常在踢的时间，老师你的手会摆动。对，这是一个自然的平衡律动，自然的律动，就像行路会摆动一个数。对，那有的人可能当他转型这个骨骼嘅脚，你都会同手同脚，那没关系，那一步一步来。你要做一步一步来做的。哦，加喺踢頭前，對，跟住踢後背嘅 heel， 有 heel，and 踏步。踏在 ball 上面，你跟我念 ball， 然后再 heel， 然后换脚踏下去 heel， 所以我们踏步一步都有用在上。哦，一滴喝油。耶，先生有甜杯吗？很好哎。好，来 shuffle 来，预备 shuffle step， 换脚 shuffle step。shuffle 是什么意思 ？shuffle 是踢踏舞这个脚法。shuffle。好 ball heel。ball heel， 哇，很聪明呢，身体协调不错。我要尽量控制本肌感膜往抖一面安尼，起来的时候，空起来，然后一个下课钟，好不好？下课钟就全世界通用的下课钟。好，还蛮。然后来冲一拜，噔噔噔噔噔噔噔，对，一起来 ，1 2 3，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用脚踏出来。现在我用的它，譬如我做，随便你。噔噔噔，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 pose。哦，好啊，好啊，来试一把。对啊，我们两个的节奏是共用的。好。可是，脚步可能不一样。哦，亚秋做的自由创造，欣赏亚秋的创造。对啊，自由创造。耶，好搞，好，睇下看下来。你一下会 ball heel 了，又会 shuffle step 啊，你就去给创作。我知道跳踢踏，一般都会考试。跳踢踏要动用头脑，哈，要正经系要用头脑嘅舞蹈哈。我们先练一半 ，OK， 就我们一片冲一片做案。好，噔噔噔噔噔。噔噔 ，1 2 3 go。噔噔噔噔噔噔噔，厉害哦，好高，厉害哦！哇，我想一下所有朋友你在看人跳舞，係咪輕鬆嘅聽同一下？如果線上真見動用心來規劃嗬，等下同大家好好笑嘅。線上其實有規劃同佢考場啊，就希望大家做得聽同起來，就同唱歌可愛兩下來跳舞，係咪同快樂嘅感覺？我單唱安尼短短3、4分鐘，真嘅唔拉，等下繼續來跳嗬。好，大家咧下繼續攞扶起來了。1 2 3 go。耶！
厉害啊！今日当好高，大家看可能爱到这些是用3分钟练的，俩踢踏还没动声音呢。今日要唱到俩踢踏台式，俺俩很惊爱先生好，容祖儿先生 ，Hello 先生，先生，大家好，唱酬唱酬，好哇！其实我都跟他排练时间啊，跳都还哪好呢？踢100啦，先生安尼，感觉很不爱几分？100分。我以后我就很欣赏了，我有今后踢他问题还吃只钱哦。对，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终身为师。先生，我真係懂批風意哈，你看 Rita 加下3分鐘，其實我就感覺非常好噶，很想已經跳下去哈。你哋咩都教研底度哈，有做教學，有做推廣係嘛？都有啊，當到學校每位有請我就去做工作坊，對師生都有，師生從各年從小學、幼兒園一直都太好，都有機會啊，分享有興趣嘅各個教育單位。哦，對，做的本大家做一些講座啊、體驗課啊，或是較長時間的一個工作坊。嗰時候我去下 email 都逐夢無人，就夢無人就做得咧。做得。啊，就做得老你的臉咯。錯。哦，工作坊，你長期，係講有長期嘅，最長做幾久嘅時間？就一個學期，規好期嘅課程。就按你當像表演藝術同學校做一個連結，對，就是進駐學校，對，好像藝術家駐校按你感覺。按你嘅學生喺做得好多較多，比較深入啦，都唔係搶體驗，聽啊你。跟我哋個先生都要做一個家扶計劃，逐夢家扶計劃，我做嘢計劃咩非常感動嘅，同大家紹介一下。一隻計劃係差不多2015年。因為我會當上做係因為我教過按你嘅學生嘅，都係佢當跳到當好按你嘅踢踏舞，啊突然佢有某一擺來上課，我將去研究佢，因為按你本來都當好嘅人啦，因為呢上課嘅頻率怎麼變那麼不好，啊將對佢家庭發生了變故，對。冇法度支持佢繳學費來上課。剛剛這樣張，給用是那張可以是其實有懂得按那個家境清寒的孩子，沒有懂得給很有愛心的各種社福單位照顧按那個家庭變故啊、家境清寒的貧困的弱勢的孩子。啊，那張上後面我沒做的，因為家都基本上冇乜嘅機會有可能接觸按那個多元藝術。更冇可能來學習踢踏舞，我就會想辦法來組織一個公益計劃，很多邀請很多先生啊出家拜訪他們，然後教他們教佢哋學習，然後表演俾佢哋看安尼，俾佢哋體驗近距離體驗踢踏舞那個藝術，應該會對佢哋嘅眼神會有一些改變，然後分享逐夢的故事安尼。做一天會，因為會當感動人、當想人。有一個本身也知道講，可能我自己喺講想，唔過我冇能力去做，唔過喺講你都要按你公益嘅計劃，佢就出做一個，先生來聽訴我，來教我咩做得集群按你舞台，也係講成次好搞嘅事情，也持續每年都會做。有經費我哋都會做安尼。咩同於愛情嘅年贊助按你嘅計劃，來支持按你嘅計劃，係唔係像人講嘅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有懂得嘅先生嘛、教師嘛、要投入嘛，這樣有師資，個經費因為要去到懂得嘅學校，按出做得可能有錢人就捐錢來支持也計劃，本家扶中心嘅生意做得來跳舞。對。哦，嗰時按你咩全台灣蠻難做嘛？哦，懂得我都。3-4個家扶中心咯，幾乎全台灣我都去過。哇，真辛苦你哈！我聽到也公益計劃，我就非常有興趣個，非常嘅感動嗬。個先生一下做嚟研究啊嗬，大家咩熟悉人講，韓國啲苗栗持續有開課，你係苗栗人嘛？錯，苗栗人啊，因為過去十多年都係啲外地。教我去表演啊！嗰時一幾年啊，將會上港轉到苗栗來照顧在地嘅鄉親。嗰時一下有古天轉苗栗來推廣，有古天嘅課程做嚟學習。哦，嗰時而家啲台北同苗栗蠻難走來走去，再加上全台灣嘅表演啊呢。
係你希望講透過課程做啲穩定嘅文采體個穩定個培養後生人，向佢哋認識啊。錯。咁有真經有85歲嘅阿公阿婆來跳。有啊，佢從78歲跳到一下80歲，我85了。真經啊！最嚴重嘅。係啊，我有一隻班係退休嘅先生組成的一隻，那個也是長青班啊，佢都已經跳了6、7年了。啊，很愛我講，我身體要補充。很熱。很愛身體要補充，因為佢哋還要再個跳30年。哇！很愛身體補充。老人家很愛身體要補充，唔好講佢太甜嘅啦嚇，因為係辛苦蠻耐做。不過我只要有夢想、有理想，做得去實現，也出人嘅幸福。都有人講重責嘅支持、肯定啊，也做得很多表演啊嚇。個今日呢節目當中沒有準備好，就係請高先生一起快問快答，愛問唔講啊嚇，唔是想當唱歌跳舞，其實係學一下聽就跳，練習跳可以學，可以寫寫有啲緊張嗬，我聽到先生嘅 tempo。好，請問先生，跳過有問題誒來，係哪人聲音？最好乜嘅色？拍攝。拍攝嗬，要結叫，喺講結叫冇跳踢踏，唔腳要動開，初期唔得，坐立難安。2日嗬，請問你最好看乜嘅類型嘅電影？乜嘅都看，嚇！請問你最好食乜嘅？食乜嘅？食水啊！食水，感謝。誒，先生啊，所以唔加透過唔嘅回答嗬，出當初唔加講嘅，美式踢踏出去吃演唱會，乜嘢都做得，無限制。就像講，乜嘅天樣都看，乜嘅都唔好吸收，咁樣呢？是真嘅做安呢？就是 open mind 其實當重要啦。係咪鼓勵我嘅青年人嘅學生嘅人咧？乜嘅風格、乜嘅欣賞都有機會都做得認識。哦，無限制自家。錯，無限制自家。好，當好，應該學起來，無限制自家。個先生有個逐夢小講堂，逐夢社工同大家分享安尼嘅資訊。哦，一系列的算是解惑，老大家解惑嘅教育的短片，因為多年會學習踢踏舞，多年會問有嘅冇嘅問題。乜嘅很多有嘅冇嘅問題，當中係加問嘅係嘛？對，假使你係第一擺學習踢踏舞，第一用傾向嘅問嘅問題係乜嘅？老一踢踏舞有關嘅。有關嘅，就講藝術嘅問講，愛做乜嘅來跳踢踏舞舞台上看起來就通常會過獎。嗰個安尼嘅舞台表演嘅感覺，係啊，我想到表演。啊，當到學生咧都會問有嘅冇嘅問題，包括我跳踢踏舞，我嘅腳會變到踢太橋嘛，比如腳會變粗嘛，啊，膝頭會用嘅嘛，膝頭會跳跳會唔好嘛，也係安尼會有嘅冇嘅問題啊，因為安尼我都會想講。跳吉他、客家獨到嘅問題，然後出家請專業嘅先生、專業領域嘅老師，從講到7條，我都請一陣我做醫生嘅學生嘅來分享，7條嘅問題。佢說按呢個算是一個知識傳承、知識解惑的一系列的踢踏舞的教育短片啊。我知道你唔係單唱搞跳舞嘅人咧，你上愛青島，你會上到藝術表演，上到愛幫助、愛傳承下一代，還個做還鼓動人身體嗬，切頭揾用係咩請醫生來開講哦。對，當神經咧。那句很重要，因為多人都會問啦。係。對，切頭係咪會很傷膝蓋啊？你咁真勁喎，你按你講係咩上愛問咧？有一個觀念是用進廢退，我們有談過嘛？其實應該係一個當作一個日本嘅醫學家專家提出來，然後法國的醫學也權威也互相呼應這樣，因為人嘅身體都會用進廢退，什麼器官其實都會按呢。那除了你有急性嘅創傷，連行路都會痛都有問題，但佢都不建議去運動呢種啊。假使行路冇問題，其實你行靠會行路，
哦，了解。對哦，我天天的來鍛鍊就錯嘅。哇，今日感謝先生來教我教大家，韓國同大家分享很多嘅美式踢踏有同到項目哈，非常神奇咩？祝福你殺下來呢你嘅演出，分享大家共下來看表演，咩祝福演出非常順利哦。感謝先生，安子感謝大家。哇，今日咩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韓國聽嘅，就共下來跳舞，出晒動分享推薦俾大家。接下來繼續邀請大家聽先生來做運動咯，感謝大家今日收看，安子4張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